6年，在瞬息萬變的娛樂圈，足夠一個頂流衝神壇跌落，也足夠一個被嘲最水流量的演運，用8部劇、300億播放量的實績，完成一場沉默而決絕的自證。當肖戰的名字再次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爭議已不再是6年前那場鋪天蓋地的全網黑，而是變成了一個更讓黑粉如鯁在喉的問號：他憑雜麼？當苦多人船在用流量原罪的濾鏡審視他時，他卻早已在另一條賽道上，把那些嘲諷遠遠甩在了身後。這並非一個關於爽文男主逆襲的簡禪敘事，而是一場關於個體如何在公共輿論的絞殺中，用近乎笨拙的堅持重新拿回話語權的漫長角力。要理解這個憑雜麼，我們必須撥開數據的迷霧，穿過情緒的叢林，回到那個他被千夫所指的原點，然後沿着他的腳印，一步步丈量他從泥潭走到今天這條路上每一個關節點的抉擇與代價。把時間就拉回2019年夏天，陳情令的爆紅讓肖戰的微博粉絲一夜之間躍升千萬級，他成了那個夏天最滾燙的名字。但隨之而來的是德不配位的質疑聲浪。彼時的肖戰在大眾認知裏是被粉絲數據堆砌起來的工業製品，是最水流量這個標籤的最佳代言人。批評者言之鑿鑿，一個偶像團體出身的非科班演運，憑雜麼佔據最好的影視資源？這種質疑在2020年的227事件中達到了毀滅性的頂峰。一場因粉絲行為引發的輿論海斥，將他個人連同他的全部作品、商業價值一併捲入了深淵。代言解約，作品被追，社交平台淪陷，甚至波及家人，那是肖戰職業生涯的至暗時刻，也是中文互聯網史上一次標誌性的群體情緒宣洩事件。在那場風暴裏，他不僅是靶子，更是符號，一個公各方勢力借題發揮，宣洩不滿的情緒靶場。那段時間，沒有人為他說話，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人敢為他說話。他像一座孤島，周圍全是試圖將他淹沒的海斥。很多人斷言，這個靠臉吃飯的偶像，佢像所有被流量反噬的流星一樣，迅速劃過天際，然後被遺忘。可偏偏他沒有，他選擇了一條在當時看來最匪夷所思的路，消失。不是退圈，而是從熱搜、從綜藝、從所有能快速洗白的通告裏徹底消失，把自己藏進了話劇排練廳那個暗無天日的角落裏。沉默是肖戰給出的第一個回擊，也是被嘲得最兇的一點。黑粉說他偶像失聲，可回看這6年，他恰恰是用行動代替了聲音。在最難熬的日子裏，他選擇了一條在流量看來最不划算的路，放棄綜藝刷臉和高密度曝光，轉身扎進了對專業要求極為苛刻的話劇舞台。8個小時的《如夢之夢》，全程投入的5號病人，沒有 NG， 沒有濾鏡，每一場演出都是對演技和心性的極限施壓。當時很多人看不懂這部棋，覺得這是流量消退後的無奈之舉。但現在回頭看，那恰恰是他最狠的一步，他親手撕碎了流量的糖衣，把自己扔進演技的熔爐裏重新鍛造。當同期不少流量在偶像劇裏打轉消耗人氣時，肖戰用幾百場話劇舞台的磨礪，把肖戰這個名字從娛樂板塊向表演藝術板塊挪了挪。這種自虐式的轉型，是他後來能接住《王牌部隊》、李軍人顧一野的硬朗、夢中的那片海、李俏春生的否認，以及得間緊制、你底層小人物莫得間的粗糲感的根本原因。話劇舞台給了他一種任何影視劇都給不了的東西，一種在萬眾矚目之下必須一次性交出全部的恐懼與勇氣。這種恐懼教誨了他敬畏，這種勇氣則教誨了他從此。當他再次回到鏡頭前時，那些曾經只佢瞪眼刀嘴的偶像劇演法已經被一種更納斂、更生活化的表演取代了。他學會了用眼神而不是用西吼來表達憤怒，學會了用沉默而不是用哭泣來傳達悲傷。這種脫胎換骨的變化，不是靠幾個表演速成班能學來的，那是用無數個日夜的失眠、自我懷疑和咬牙硬撐換來的肌肉記憶。
你可以不喜歡他的表演風格，但你無法否認他在變得專業，在變得讓那些專業的人、導演、編劇、對手演運願意給他機會，願意為他說話。數據是最冰冷的，也是最誠實的。2021年，斗羅大陸登陸央視8套，播放量破50億，創下頻道黃金檔收視新高。2023年，肉骨遙騰訊播放量破40億，甚至出海在 Netflix 多國衝進熱播前10。再到2026年初，8部大男主劇全網累計播放量超過300億。這一連串數字是肖戰對水這個字最體面的打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得間緊製一部投資近4000萬的小成本抗戰片，在冷檔期硬生生拿下4.12億票房，實現14次逆跌，且非粉絲觀眾佔比超過60%。這組數據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肖戰的受眾盤已經突破了粉絲圈層，他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路人緣和票房號召力。央視的表揚、大學生電影節的影帝獎盃，甚至4大頭部製作公司的集郵式合作，都標誌着主流市場和專業領域正在重新評估這位曾被貴為流量泡沫的演員。當行業開始用生態型演員來形容他，當編劇藍曉龍越他完全融入角色成為故事本身，所謂的流量原聚變已在實打實的作品和票房前拉火。但這背後存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這些作品並非全是毫無瑕疵的精品。比如《斗羅大陸》的改編曾引發原著粉的強烈不滿，《肉骨遙》的劇情節奏也被詬病拖沓，而《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更是因為對俠的內核消解，遭遇了不少影評人的口誅筆伐。可以說，肖戰的作品序列並不是部部爆款，而是部部有爭議，但部部有底盤。這種底盤正是他靠6年時間一步一步積累下來的信任感。觀眾或苦愧忘了某部劇的劇情，但他們卻記住肖戰演的戲，至少不會太難看這個模糊的印象。這種印象對於任何一個演員來說都是最寶貴的無形資產，而他能守住這份資產，靠的就是一種近乎苛刻的算戲標準。他不再接那些純粹為了圈錢的甜寵劇，而是轉向了年代劇、軍旅劇、現實題材，哪怕這些劇的片酬遠不如一部古裝偶像劇高。他在用片酬的損失去兌換一個演員更長遠的生涯，這種捨得恰恰是很多流量演員捨不得的。但最讓黑粉感到磨力的，或許並非這些耀眼的數字，而是肖戰團聚在翁權之路上的零容忍很勁。在娛樂圈，被網暴的藝人大多選擇冷處理或私下和解，息事寧人是常態。然而2026年肖戰方面發布的翁權零和解聲明，指名道姓點出17個侵權用戶 ID， 並強硬表態絕不擅皮金優，直到對方公開道歉。當被告孫圓圓爆裂風車，拒不履行判決時，肖戰方直接申請強制執行，讓法院公告判決內容。這種不差剪、不妥協，就要一個公道的姿態，將網絡並非法外之地這8個字砸出了迴響。截至2026年中，已有19名施暴者信息被完整披露，多名侵權者通過視頻、手寫信公開致歉。這不僅是肖戰的個人勝利，更是為所有深受網絡暴力之苦的公眾人物提供了一種範本。面對惡意，除了沉默和逃離，船可以選擇舉起法律武器，讓施暴者付出公開的代價。這一招比任何聲明都管用，因為它動搖了黑粉組織最根本的邏輯基礎。以前的黑粉之所以肆無忌憚，是因為他們默認了一個潛規則，只要匿名，只要躲在屏幕後面，就永遠不會被找到。而肖戰方通過一系列訴訟，徹底打破了這種幻覺。當一個個真實的姓名、身份證號、家庭住址被法院文書公開時，那些曾經最囂張的賬號，要麼銷聲匿跡，要麼主動發視頻痛哭道歉。這種以暴制暴的方式，雖然被一些人批評為利用公權力壓制批評聲音，但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被告們所發佈的言論早已超出了正常批評的範疇，涉及到了人身攻擊、造謠誹謗和人格侮辱。法律保護的是批評，而不是謾罵。
肖戰方拿捏住了這條底線，所以他們的每一次訴訟幾乎都贏了。這也在無形中倒逼了整個粉絲生態的變化。當嘴臭的成本變得如此高昂時，那些以傷害他人為樂的黑暗角落裡，自然就會安靜許多。然而，當我們試圖還原肖戰這6年時，也必須正視爭議的另一面。批評的聲音從來不曾消失，且同樣具有參考價值。例如2025年春節檔的《射雕英雄傳》《合資大姐》，預售票房雖高達2.2億聘，最終拿下武俠電影票房冠軍，但影片口碑兩極分化嚴重。有評論尖銳指出，影片將金元的合資大姐內核讓位於古裝美男的視覺奇觀，敘事混亂，最終票房遠低於業內預期，被認為是流量失靈的典型案例。編劇汪海林也曾以評為身份質疑其大學生電影節獎項的性質，認為這是最受大學生歡迎而非專業表演類大獎。更有一線從業者感嘆，以肖戰為代表的頭部流量藝人佔據了大量 S 級項目資源，客觀上擠壓了新人演運的生存空間，形成了資源壟斷。甚至關於肖戰本人被黑的動因，也有觀點認為227事件本質是粉絲文化群體之間的火拼，是粉絲行為反噬偶像的典型悲劇。而他作為既得利益者，在那場涉及同人圈、耽美圈等多方利益的混戰中，並非全然無辜的受害者。這些聲音構成了肖戰故事的另一面，一個關於飯圈經濟、資本遊戲和公共輿論複雜博弈的切面，提醒着我們流量本身作為一把雙刃劍的殘酷性，它能載舟，亦能覆舟。我們不能因為肖戰後來贏了，就把他塑造成一個完美的、無懈可擊的悲情英雄。他也有過猶豫，有過脆弱，有過判斷失誤。他的團聚在227事件初期那種遲緩、模糊，甚至有些傲慢的公關反應，客觀上加劇了危機的失控。他的部分極端粉絲在事件過後的反攻倒算，也同樣製造了新的對立與傷害。這些污點不應該被洗白，而應該被記住，因為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堂關於何為公眾人物責任的公開課。肖戰在這場課裡既是學生也是老師，他學到了怎麼叫做沉默有時候也是一種罪，而我們也學到了怎麼叫做狂歡背後必有代價。所以回到那個問題，肖戰憑什麼？他憑的不是一夜之間的口碑翻盤，而是6年裡每一部作品實打實的播放量，是話劇場裡流下的汗水，是面對誹謗時選擇法庭而非公關的硬氣。他憑的是在被全世界拋棄的谷底，依然選擇用最笨的辦法拍戲、拍戲再拍戲來對抗巨大的虛無和惡意。這條路並不完美，甚至充滿了可以指責的瑕疵，但他足夠真實，也足夠強大。他用6年的時間，把流量從一個帶有歧視意味的名詞，用腳踏實地的作品重新定義為一個中性詞。流量本身沒有錯，錯的是只有流量而沒有作品。當輿論試圖再一次將他神化或妖魔化時，我們不妨退後一步，看到這背後一個年輕人與自身命運如宏大輿論場進行的一場持久而慘烈的拉鋸戰。他笑到了最後嗎？或苦現在下列論船為時過早，但至少他贏回了發聲的權利，贏回了可以不用低頭走路，不用討好任何人，只用下一個角色來賭注悠悠眾口的自由。他的故事與其說是一個偶像的翻身史，不如說是一個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如何通過自律、自省和自洽，最終找到自己與世界相處方式的成長樣本。他不是神，他也愧累，也愧迷茫，也有演習的時候，也有扛不住壓力在後台崩潰痛哭的夜晚。但他剛過來了，並且把自己剛成了一個更寬厚、更從慈，也更堅硬的人。這種從廢墟裡重建成瓷的過程，本身就值得尊敬。無論你是否喜歡他這個人，或者他演的戲。站在6年的終點回望，肖戰的經歷，與其說是一個逆襲的偶像劇，不如說是一面折射當代網絡生態的多棱鏡。他讓我們看到，在這個時代，一個人可以因為粉絲的狂熱被捧上神壇，
也可以因為同樣的原因被推入深淵。肖戰的勝利不應被簡單歸列為打臉黑粉的快感，而應被視為一種個體在複雜輿論場中，通過專業積累和法律手段進行艱難自救的人性樣本。然而，我們也必須警惕非黑即白的二元敘事，認可他的堅持，不代表要神化其每一部作品，批評其作品的不足，也不應上升為對其人格的抹殺。對於旁觀者而言，比起暫敘歡呼或攻擊，更有意義的或俯視學繪理性吃瓜的克制，承認一個演運可以有成長曲線，接受一部作品可以有藝術瑕疵，尊重法律判決的公正，也理解不同審美群體的多元訴求。那些在鍵盤上敲出惡毒詞彙的人，那些在屏幕前狂歡做梗的人，那些因為一個明星而肆意攻擊另一個陌生人的粉絲，或苦都該停下來想想，我們究竟在掙扎麼？我們爭的是某個明星配不配嗎？全是我們在借着這些遙遠的偶像，發洩自己無處安放的情緒。如果是後者，那無論是誰笑到最後，贏家都不愧是我們。在這個喧囂的時代，放下烈氣，回歸作品本身，讓演運用角色說話，讓觀眾用腳投票，讓法律的貴法律，市場的貴市場，或許才是對每一個仍在努力的人最溫柔的善意與最公平的評判。願下一次我們再提起肖戰，或是任何一個被流量與爭議裹挾的名字時，討論的焦點能回歸到表演本身，而非那些磨優子的情緒宣洩與立場之爭。這不僅是肖戰的期盼，也是這個日速理性的時代對我們每一個人的要求。畢竟，娛樂圈從來不缺一夜爆紅的神話，也從來不缺一夜崩塌的慘劇，缺的恰恰是那種經得起喜樂、剛得住毀譽，並且能在漫長的歲月裡用一部又一部作品默默說話的人。肖戰正在往這個方向走，雖然路途船很遠，雖然他船遠未到可以高枕無憂的境界，但至少他給了這個浮躁的行業一個值得參考的樣本。原來流量也可以算擇長成一棵大樹，而不是一陣狂風。這或許就是他笑到最後的最大底氣。